咁多位海外嘅華人朋友，今日我哋講樓，講一講大家都好關心嘅呢個土地限問題啊。咁啊，眾所周知，大陸嘅地咧，全部都係屬於國家嘅，國家出讓一定嘅時間俾到大家去使用。例如話呢個商業用地有40年嘅時間啦，住宅用地就70年嘅期限啦。咁點樣去區分呢？呢啲信息咧，全部喺房產證上面咧會有清晰嘅體現出嚟嘅。你係咩性質嘅用地，係住宅用地定係商業用地？然之後個產權嘅年限時間由幾時開始到幾時結束？呢啲信息喺房產證上面全部係清晰咁樣體現出嚟嘅。咁啊，但係咧，大陸嘅所有嘅呢啲樓又好、別墅又好、商鋪又好，即係喐唔到嘅呢啲物業、呢啲建築物嘅話咧，全部統稱為不動產。只要係不動產，佢係冇呢個產權年限制嘅，係永久屬性嘅。換句説話嚟講嘅話，只要你買咗嗰層樓，嗰層樓就永遠都係屬於你嘅。咁好啦，呢個時候矛盾就嚟啦。咁嗰層樓永遠都係屬於我嘅，但係下邊嗰塊地就有時間嘅。咁如果到咗時間嘅話，會點樣呢？只有兩種情況啊，一就拆遷，咁如果拆遷嘅話，咁啊恭喜你啦，成為咗呢個大家都好羨慕嘅拆遷戶。點解呢？因為拆遷一般嚟講都可以攞到一啲比較高額嘅賠償。咁其次嘅話就唔拆遷，如果唔拆遷嘅話咧，就自動續期。咁啊，物權法第149條就已經有明文規定㗎啦。到期之後自動續費嘅一個費用，最平嘅單價咧就唔可以低於15個6一個方，然之後總價嘅話咧就不能超出5位數嘅。換句説話嚟講嘅話咧，一般都係幾百蚊到幾萬蚊之間嘅總價咧就可以重新續期㗎啦。本身你係40年嘅就續多40年，如果70年嘅話就再續多70年。咁啊，大家對於呢個政策係點樣嘅睇法呢？歡迎大家討論啊！